流着7年在幸福里真艰苦，直到累至死亡生命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当下收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流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甘生的了，主的恩赐大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寒露烦恼直到心乱乱，要以上帝听当陪时日不满，你所得的恩赐可来收来去，要以着的无去日日爱饮食，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严生的了，主的恩赐大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已经过7年，无论大小事，我的只希望上帝应做主，你所定的恩赐照顾就来过，主的话会当咱应传到天堂，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笑，主的恩赐你甘生的了，主的恩赐大生来记，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们三角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听是极悬、极深、极阔阮的人生你来掌握阮的路途你拢知影请你看顾阮用阮的信心来成就一切你要互阮的。我们感谢你今日敬拜对头到落尾你来看顾，感谢基督，拢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时间已经到，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是请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36首，上帝恩惠慈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地的爸，阮的主，愿感谢你，各个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今仔日是你所赏赐予阮的安息圣日，互阮有份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角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家庭上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三角组织，阮也要恳求你有缘赐福伫因的身上，甲因的家庭，互因拢会当平安顺遂。主啊，只要阮的信心赢过阮的所有的试炼，阮就会当得到主你为阮所备办、阮所欠缺的。因为伫你的话语内面，你有启示阮讲，独独着用信来求，拢无犹豫，因为犹豫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拍来起落，即号人免拍算对主得到啥物。天父上帝，阮也要求你守护你话语伫阮的中间。互阮明白你，也会当明白阮家己，也求你帮助阮，愿意来顺服你，知影啥物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所做合伫你的教示，你的所做常常超过阮的所想。求你赐阮有智慧，知影你的心意，伫生活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互人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的美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7篇，也是诗篇第65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阿多啊。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
上帝河水满满。你管压田园伤白土地。你束缚风雨并大丛。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在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欢欢喜喜出声吟诗。说了，强修上帝话，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节记载伫传道书第2章18节到21节。第2位是第5章的第10节到11节。第2章的18节，我厌恶一切劳碌，因为我伫日光的下面劳碌所达成的，拢着留予我的继承人。这个人是智慧，也是愚妄。啥人知？我伫日光的下面用智慧拍拼所做的，拢会予伊掌管，这嘛是空虚。安尼对情到搭。伫日光下面的劳苦拍拼，我感觉真失望。有人用智慧、用知识、用本事拍拼得到的，煞着留予毋捌为遐个财产拍拼的人做产业，这嘛是空虚，是大不幸。第5章第10节，爱钱的袂因为钱知足，爱好业的袂因为所趁的知足，这嘛是空虚。财富的加添。靠伊食的人嘛加天，安尼伊有得到啥物利益？不过是看会到尔尔。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下面赞美，咱要请江于金老师，伊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歌是客语。爱典唱永恒差了路。谢谢。大家平安，好早。其实7月时阵，我有代表新生小诗班到顶来献诗。迄时的时阵，我就想到一个弥赛亚的阿里亚，我就直接唱。牧师就讲：张老师，你要来献诗无？我讲好啊，唔知是的。伫咧练习的中间，因为我甲伴奏无时间足拄好，所以我想讲，本来想讲用音档，可是用音档的时候就觉得无遐尼真实了吼。上帝就互我有感动，讲既然你用音档的话，我们就用来献客语诗好了。那平常我在客家圣乐团，我们在献诗的时候就是用音档，因为没有办法有整个 orchestra 来帮我们伴奏。那有时候也在人员有限之下，我们献诗都是用音档。所以我今天带来了客家圣乐团的一份礼物。去年我们发行的第4集的这个歌本要送给我们的圣歌队，也希望我们的圣歌队除了唱台语、唱拉丁文、唱英文，也可以唱客语。那我知道牧师告诉我，我们会友里面有一些是客家人哈。我本身是客人，我是客家人，然后在新竹长大。那到高雄认识了朋友，朋友带我去教会，长老教会。我第一摆去教会时阵，我就感觉足奇怪，这个教会哪会拢用台语咧唱歌，拢用台语咧讲道吼，拢是用台语。连唱歌拢会当用4部的台语来唱歌，我迄个时阵感觉足奇怪，在这个教会我觉得格格不入。那是因为第一次来到长老教会大家看到PPT 上面这一张哈，6堆客家合一赞美祭是我上个月7月1号，我们去到屏东的内埔。那其实那边还有美浓和长治，他们都是客家庄。那是我感觉上像大1的时候、大2的时候，第一次去到台语教会一样，第一次去到一个客家圣诗，从敬拜赞美讲到献诗，全部都是客语，最后的祷告也都是客语，让我也是觉得整个人都觉得哇，原来也有这样子一个地方是全部都用客家语的。那上一次有机会我去听了彭蒙会的这个
这个音乐剧，那我就很感动，因为当初马街来到台湾，他是撇开他的家人，撇开他自己可以成长，让他茁壮，让他有更好的事业的地方，和彭蒙慧老师一样，他们一起来到台湾，为台湾人奉献。一生都在这里，所以我想说，他们都把一生献给我们，我们应该也为神做些什么，为我自己的本族，为我自己的本家来做一些献唱，歌唱赞美，赞美的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那客家声乐团，我加入没多久，那我们看到最好的朋友这一个诗，这一本书哦，这本乐谱我带来，他有特别用了一个 USB，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 CD 了，所以他用了 USB， 非常大方，因为你只要拿了就可以 copy， 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传福音的这个心态哦。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你看到有一位外国牧师有没有？这也是来做福传的。那我硕士班、博士班是在 Minnesota 念，他刚好是从 Minnesota 来的，所以一个外国牧师，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客语讲得比我还要好。然后他用客语讲到，我们的这个曾牧师是用中文帮他翻译，然后我们在现场听到哈哈大笑，因为他的中文翻译非常好笑。Anyway， 是我们听到他的客语讲到更有趣。那邱牧师刚刚去年退休回到 Minnesota 去，所以我们就为了纪念他，用这一本以他为主要的封面。那里面有一首歌是就是我今天要献的歌，是我的 solo。那么请大家欣赏。接下来后面还有一首传统的台语诗歌，他把它翻成客语。谢谢。刚刚我有试过用音档，用麦克风好吵，所以我还是用自己的原声。好，那麻烦。树边。
找了正道，咱请本堂黄牧师，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传道书系列3在乎的虚空。来，敬畏平安。咱要继续用传道书来分享咱的主题。今日咱要所分享的是在乎金钱的空虚。空虚的意思是讲，这是真歹去掌握，正如风共款。所以你若是读传道书的时阵，会常常讲起一件事，这亲像咧掠风。风是存在，风你会当感受到，风嘛是真好，带互咱凉爽。但是风有一个特质，就是无法度去掌握。所以传道书内面所讲真侪咱人生这经验，其实亲像风共款，真歹去掌握。然后伫传道书中间又讲，常常有出现一个名词，这有啥物种的利用呢？咱做这个代志，咱追求这个代志，有啥物种的利用呢？这是空虚的一个内容特色。有啥物利益？无倒来真实质的一个帮站，啊是讲这个帮站是短暂的帮站，但是无久长的帮站。有一天有一个情景发生的时候，就失去伊的作用。所以这是空虚的一个意思。所以今日咱要来讲起财富、金钱的空虚的时阵，我相信咱对这个财富的感受一定会非常深。但是呢，伫传道书这个所在讲到，敢若有真密切的关系。这个财富虽然是敢若有真重要，咱真需要伊，但是将其尾，伊嘛是一个空虚的一项事。上帝创造万人米，供应咱生活中间的需要，这是白白的运输。所以，咱需要土地，咱需要水，咱需要空气。所以，这是咱生活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在，伫咱生活中间，除了这以外，其实现在咱必须要有金钱来处理咱生活中间的需要。过去早期是以物，我有出产物件，我有生产物件，来甲人交换，来得到我生活中间的需要。然后慢慢伫人的社会中间有这个金钱的制度，有这个体系，所以呢，咱慢慢。除了用咱所生产的物件以外，咱用咱的劳力，用咱的材料，咱的才能，也是用咱的智慧来赚钱。然后，透过金钱来得到咱所需要的柴米油盐基本的生活需要，可能娱乐，经济社会这活动，其实。拢是透过金钱来处理，也是透过金钱来推动来进行。所以较早我读迄个经济学的时阵，这老师第一句就讲吼，每个人都是经济动物，整个社会拢是靠经济咧运作，然后政治系的人说，所有运作拢是政治活动，阮读社会系，讲所有工作拢会当对社会系来解说，反正大家拢强调伊重要性。不过我相信呢，咱真深的一个感受，现在真正是安尼，经济是咱非常重视的一项事。所有咱所做一切事，拢会当对金钱来作用。所以一个国家的运作，一个公司的经营，一个社会团体的一个活动的进行，拢需要编列预算啊。无论你所需要是物件，还是人力，到尾拢是落实伫咱的财务的预算内面，拢是用钱来做一个落实。无钱就做无代志。教会内面嘛是需要经费，咱的同工，咱的教会的真侪事工，拢需要真侪金钱来进行。咱的家庭。需要金钱，天开目睭，差不多需要钱来负担咱家庭中间的需要，真侪贷款、囡仔学费、咱的生活的需要，付真侪这水电这物件。有一本册过去真畅销，
一个王阳明教授所写的，伊较早是迄个总机的副院长，穷得只剩下钱，有没有？有时咱来考试一个人，这个人吼，啥物拢无，剩钱尔，哇，那穷得只剩下钱。但是对后人来讲，我就是这样，我什么都没有，就是钱很多啊，怎么样？现在咱要去计算一个人到底伊偌济大价值，伊的身价拢是用钱来计算。伊偌济股票，伊偌济钱源，加偌济财富，要来计算这个人的价值身价。姊妹，咱袂用其他这个偌济，这个人有偌好的才调，这个偌好的品格，这个偌好做偌济遮好的事。毋是用这来定这一个人，咱是用一个金钱啊，就是正身价很高。金钱是代表一种购买力，会当买到真济物件。所以有一个网络的一个广告，伊讲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到底现在咱金钱会当所买的物件，所有当买到的物件，超过你所想象。到尾啊，所有物件拢是用金钱来做一个解决，甚至性命嘛是安尼。发生一个车祸的时阵，咱要用偌济钱来做一个赔偿，咱要用金钱偌济代价来付出，来得到咱所需要，无论这是啥物物件，甚至人讲为了金钱会当出卖伊的灵魂，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只要你有钱。咱拢非常需要金钱，足想要有钱，而且愿意付真大代价去得到这金钱。我想这方面，咱拢会当感受到财富伫咱生活中间，伫咱人生中间，迄个真密切的关系。传道书的作者是非常富有的人，那照咱现在来讲，伊是当时的首富。伊所过的生活，亲像君王一般的生活，甚至伊本身就是君王。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伊用金钱的方式，甲咱现在无共款。对伊来讲，金钱毋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但是伊嘛是要体验金钱到底对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伊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伊要了解智慧怎样去明白。钱源伫人一生中间所占的地位，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伊运用伊真大的财富，然后去享受伊人生对金钱来的所有享受，带来快乐。伊用金钱追求咱所知影上界品质的生活，伊用金钱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伊用金钱来体验。金钱所带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伫传道书第2章，伊安尼讲，伊安尼起大厝，伊起造真大的遮的田园，伊安尼种真大片的树林，内面有各种的珍奇的花草树木，伊种四季的果子，互伊对年头到年尾拢有水果通食。为着这片的遮树林，伊起一个人工湖来灌溉，来有水。我就想起较早捌去环河赛宫，你看个足水安尼，王宫然后足大片的庭园。你若莫想可能咱的山秀园嘛，小看有安尼啦，有一寡真大的水池，有真大这个田园、花草树木、水果。不过，传道书的作者，伊个继续伊安怎用这财富？除了这所有看到这庭园之外，伊有家己的葡萄园。葡萄园毋是要食水，毋要食葡萄啦吼。通常葡萄园就是为了要美酒，所以呢，现在来讲，它有酒庄，因为伊要享受葡萄美酒。即摆来看嘛是威士忌吼，所以酒是带来快乐的，所以伊要享受。酒所带来的快乐，伊收集对其他的所在来，这真珍贵，这宝石、金银财宝，真珍奇的用品。
然后真大的一个牛群、羊群，牛群、羊群代表伊的经营，伊所经营的财富。伊嘛有真大的财力来组织家己的乐团，就亲像过去即个贵族，也是王公，伊有家己支持一寡表演团体，伊有家己的乐团，伊有家己的音乐歌剧，互伊得到真大的娱乐。伊阁有真大的奴仆来服侍伊，这个奴仆毋但是服侍伊的生活的需要。而且这个奴仆嘛是来管理伊这个产业，请真侪人安尼。所以若对现在来讲，伊是大企业的吼，非常大的企业吼，请真侪员工。甚至伊嘛有真侪妃嫔，这是过去来讲，这是所允准的。不过咱像咱即嘛常常嘛讲到真侪好业人、真成功的生意人，伊嘛小三、小四、小五的。即嘛可能拢是暗中的，但是过去伊当有真侪这妃嫔。一切拢是为着要透过伊的资源、伊的财宝来，互伊本身快乐。伊享受一切荣华富贵，为着要互伊对资源的享受甲快乐。伊讲伊无珍惜，也无任何保留，只要人所想会到的，人所会当得到对资源带来快乐，伊拢付出。伊想要体会到底资源对一个人人生意义是啥物？即面若对今仔日来想的时阵，差不多咱嘛追求嘛是安尼。如果咱真正真有富裕，咱真正是愈赚钱愈多的时阵，我想咱有来追求这种生活，这嘛是安尼啊。所以咱可能会去买真大豪宅，如果你若经济有方面，而且毋一间，可能2间、3间安尼买啊。可能对着你来讲，对着真正来讲，有真济厝，这是真大财富的一个表示。如果有可能，咱的厝对国产车，可能特斯拉，然后你有双 B， 2台3台，若个人玩车的，就跑车、超跑，佮买几台啊安尼。咱可能会开始起着咱家己的酒窖，然后咱厝内底有放真济成年的美酒、葡萄酒，敢是安尼？威士忌嘛是落去啊，安尼吼。最后是橙酒，安尼真多。咱可能袂去养一个乐团，但是咱会常常去享受到音乐厅内面去享受音乐，享受这艺术，带互咱娱乐。现在咱可以当去到外国旅游，咱会当甲真侪朋友常常出入真高档的餐厅，享受美酒。你可能袂去收集这珍奇的珠宝，但是你可能在伫厝内面有买真侪这个包包，可能一个拢20-30万的包包，安尼规厝间。咱会用咱的钱来提升咱的生活的品质，到一个程度，如果你的钱已经超过你的所当享受，你可能用金钱去买到这个名声，买到应用你的超能力来得到你所爱的物件。这差不多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伊所体会这个事，因为几群的朋友伫个身躯边，咱姊妹当伊体会这个事了后，伊佫讲一项事，互咱介生气的代志。伊讲我钱用甲遐尼多，开股遐尼多，但是我日渐昌盛，意思是我赚的钱佫比我用的钱佫较多。安尼，咱是过三顿过袂去，但是伊当尽伊所有的去享受安尼，然后钱佫愈多。这是伊的人生，这是伊的生活。所以体会这个财富带来快乐了后，伊用伊的智慧思考，有2方面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有钱真好，这甲咱体会是同款。伊讲《传道书》第10章讲，财富互我会当摆设欢喜的宴席，财富互我有酒，互我快乐。所以意思就是讲，财富带互我非常大的快乐，互我会当真好的享受。就是像甲一般人款，财富互我会当提升我所爱的生活品质。
第二，会阁讲一项，钱有够好，因为钱会当解决万项事，钱是万能，钱会当解决万项事。要食的、要穿的、要用的，也是说拄着什么种困难、什么种问题，拢会当用钱来解决。我较早捌看一个电视的时阵无意中看到，然后伊就讲一句话：，伊妈妈足有钱，替因囝出解决这个代志。然后对因囝讲：，我告诉你，钱会当解决拢是小事。然后。世间上无啥物钱袂当解决的意思讲你若有钱的时阵，你会当安尼做你所爱做的代志，解决所有这个问题所以对着这真有钱的人来讲有钱就是任性钱会当解决拢是小事，只要你有钱，这就是讲起钱伫人的心目中这种的意义，伊的价值。所以这是传到书的作者，伊对钱的一个体会。有钱真好的事，而且如果你有财富，你的资产甚至是上帝予你的一个赏赐。我想起以色列人，因讲因上帝对上帝祝福，得到祝福有几项，一项就是儿孙真多，子孙真济；第二项就是上帝赏赐予伊真大的财富，这是对上帝来真大一个祝福。如果你若儿女真多，子孙真济，而且你阁有真大的资产，这是代表上帝真大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真有钱，约伯真有钱，然后以撒以及雅各拢真有钱，拢是伫迄个时阵大富有，亲像王子共一般。所以因的观念就是安尼。人有资产有财富，这是上帝的赏赐，所以这是过去对财富的一个观念。但是伊个另外一个结论，讲起一钱运的好处了后，下面有一个 but。另外一方面，要来看钱财的时阵伊的结论是：有这钱运享受一切，得到你所有一切，解决一切这个问题的钱运，原来嘛是空虚。原来嘛是你无法度讲也袂输，嘛是你无法度解决去用钱解决的事。嘛有时有你失去伊钱运作用的时阵，所以尾伊就讲起到钱运的空虚，特别记载伫第5章传道书第5章这个所在，几项。第一项，钱运无法度满足咱内心上界深的渴望，搁较侪钱。你无法度满足，人的欲望非常的大，人的欲望是无底深坑，所以你若要用金钱添花一金钱来补满你内心的空虚甲渴望时阵，较侪钱都无够。所以，这是为虾米？咱对金钱本身的要求，并无有一个限定。你袂去设定，我着要趁偌济钱较有够。我用袂了，但是我嘛是希望我的钱运会当愈济愈好。有时，咱想想有一寡人伊的资产过了亿、过了10亿、过了100亿的时阵，人一生会当用的钱运到底是偌济呢？若加个5、6千万，哪像一般的人，伊就会当享受真好的这生活。伊的钱运、伊的财产可能过了世代的人拢用袂了，但是伊嘛感觉讲也无啥够。追求金钱是无一个限制，所以这是因为钱那像一个无底深坑共款，那像伊特性就是安尼，互咱添愈侪钱，无法度去满足伊，拢无法度对金钱来得到满足。追求金钱也无一个界限，要付出偌大气力去追求金钱，嘛无一个限制。这是金钱带来空虚，无法度满足咱内心上大的渴望。第二，愈侪钱的人，富有的人，缀你食饭的人都愈侪。这有几项来解说。金钱会当互你有真大的人际的关系，
为着互你建立真大阵的人脉。所以有金钱、财富，表示可能你伫生理场非常成功，所以你无多片面，你有真侪交际应酬，也有真侪为着你有钱、为着利益来甲你逢迎啊，伫你身躯边吸我来的人，有钱就吸我来真侪人。所以伫箴言19章讲吼，财富互咱结交真侪朋友，安尼。送乡的人连少朋友嘛离开伊，安尼。啊，即个人来啊，要搁借钱啊，但讲迄我无伫的吼安尼。所以尽量慢甲伊接触安尼。啊，你看到伊来啊，看到伊远来啊吼，啊，紧闪一下咧吼。你是伊的好朋友啊，接受的朋友。可能伊要找着你来帮衬，但是对你来讲，这个人是真做真大的负担，所以尽量莫接触。啊，我可怜伊啦，我嘛知伊真需要，但是吼，就是要借钱啊，就是有真大一个问题啊，吼安尼。所以若结交这个朋友，真对我真大的负担，最好是莫结交，安尼就上介好。所以这前面19章就是安尼讲，金钱互你结交真侪朋友，无论好啊歹拢其实拢来。其实咱华人中间嘛有一句话啦吼，伊安尼讲吼，送乡的人，伊住伫闹热的街市，嘛无人来借问安尼。贫者在闹市无人问，富者在在山中有远亲。你较有钱，对着住伫深山人来，哇，一寡人访问啊，逐日吹啦，逐日去遐来放我嘛真济啦。你若有钱吼，住伫对足人足者爱活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来讲，你有真大财富的人，表示你的生理场真大，你会请真侪工。你若请真侪工的时阵，你可能在负担因的一寡的生活，来，这嘛是真大一个压力。我伫大学的时阵，我读社会系，我来感觉讲我生活简单就好，啊，我莫有欠缺，我后摆要服侍上帝，吼，一个人过简单的生活就好。啊，阮的一个兄弟，甲我住同寝室，爱读经济系。伊讲黄东伯，你安尼想吼，足自私的。讲哈，安尼哦，我是一个足单纯的人，简朴生活啊。伊讲若对国家的经济来讲，你即种人吼，会造成国家真大经济问题。公司就是爱请真济人，公司就是爱互真济人有一个工作，安尼。所以公司愈大的公司，打的社会责任愈大，安尼。所以咯，像你这欠的人吼，国家的经济会倒，安尼。所以经济就是要促进消费，愈侪钱吼，啊愈用钱安尼。所以吼，你莫想讲我有够就好，我家一个有够就好，安尼。这是你对经济足有限的界限。啊，想想嘛是差不多啦，吼安尼。有真侪人经营公司经营甲袂落去的时阵，啊讲啊，你公司趁即马吼，啊紧收起来，吼啊无愈了愈济吼安尼。所以你公司的老板安怎讲，都袂当收啊，都较安怎嘛爱撑下去啊。即偌济家庭咧靠我即间公司咧食清用啊安尼。我若无继续经营落去，因要怎样生活安尼？所以我伫公司是承担足济家庭的生活。所以啊，姊妹有财富，表示咱承担的压力真大。有财富，伫咱身躯边食清用的人，你毋知到底伊甲你建立的一个友情的真情到底是啥物？真实的友情，也是只有要利用你的金钱利益。所以伫遮财富对你来讲是一个责任。财富来讲，虽然你有建立真好这个人脉，但是你毋知这个人脉甲你是建立是一个真心的关系，真正朋友也毋是，大部分拢毋是，这是虚空。第三项，伊安尼讲，落落的人，诚多诚少拢无要紧，但是困了真落眠。富足的人，互伊无通好困。想想嘛是安尼啦吼，咱落落，啊咱也无真大的挂虑，啊咱都有够用安尼，趁一工食一工，啊然后啊咱都做了真忝，倒咧就困。毋免烦恼真济这个代志，愈好起来的人烦恼愈济。我若小可过去若小可有钱的时阵，我就会烦恼，因为看真济这个财经的
理财啊，你千万毋通将你的钱放伫咧定存遐，因为通膨都食了去安尼啊，你就开始烦恼啊，有影就对，愈放愈少，也无等你生钱，啊，个通膨食去，个倒了，所以你就开始去投资啊。我咧赌性不强的人，那股票买落去了，就逐工看咧，心情该起起落落。啊，赚一寡钱啊，不错不错啊，舍不得卖，落去了，心情规拢歹去安尼。逐工拢当要起起落落，啊，规个拢袂调，莫去插遐代志较好。所以我即摆是拢无啥物投资这些物件，因为这无适合我的个性。兄弟姊妹，如果你若非常大一个财富，愈大笔的财富的时阵，你烦恼就愈济。我要怎样，互我的钱无消失？我要怎样，互我会当钱滚钱？我要怎样，互我做一件投资的理财？安尼，烦恼愈多的时阵。经营愈大的时阵，有可能你就失去这物件。你可能是职务真悬的人，你可能是薪水真悬的人，这个愈重的时阵，当然压力就愈大。所以这个物件，当你真富有的时阵，相对你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多。所以有真侪较悬职务的人，伊其实拢是靠药啊咧食咧困。伊也烦恼到底伊偌济钱源，即管理的时阵，啊，无法度去保守这个物件，所以钱源愈济，伊的操烦恼愈济。第四，传道书继续讲，钱本身无完全，无安全。伊讲一个非常明确的，因为经营不善。经营不善，有可能是因为拄到真大时机的变化，所以咱的钱源就消失去。伊讲经营不善，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互咱失去咱的财富的时阵，这是一个忧患的代志。最近我想会当较互咱注意的是中国现在所拄到这个问题各种的。各种金融体系拢咧暴雷房地产暴雷。过去因的财富80%拢伫即个钱，拢伫即个房地产中间。有钱的人买愈济只房地产，然后个是脱钩，然后伊的经济发展下行，所以真正失去伊的工作，伊的收入减少，无法度去支付遐大的贷款，必须要断供。有真侪好嘅人。15万人，拢是伫国内非常好嘅人，将伊钱放伫中融信托，结果一个广告，已经无钱来支付你的利息甲你的本金，所投入伫迄个所在真大一个大笔的财富，完全一夕之间完全消失。这是上届有好嘅15万人，伊无法度想象。所以，咱来看到大陆现在这样触目惊心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40年的繁荣，一夕之间返贫。你要想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40年的这个繁荣，一夕之间返贫。无论你是偌好嘅人，偌房地产的人，一夕之间你的资产可能一夕消失。当然，也有经过次贷危机。金融风暴，个 COVID-19 留落来物件，毋知偌济这个产业消失，然后有真济这个大个公司请真济员工，然后佮大量的裁员，有真好工作收入，但是伫真大变化时间，咱毋知当时咱所用的物件会消失，钱源本身是无可靠、无定着。第五。咱有趁这个财源，但是咱无法度享受财源，这是传道书第4章内面所讲的。这个所在讲我落落，但是我无享福。咱在想一项，到底咱趁这个钱是要创啥物？当然，你讲，当然是要提升我家己生活品质啦。但是到一个无用的时阵，你无法度去享受这个生活品质，因为你所有的时间，你所有的能量拢投入伫这趁钱内面。然后愈搞愈大的时阵，公司愈扩大愈大，你愈无用。
一间安尼店面一直开阔，一直开阔，安尼连锁店一直去的时阵，非常非常无用。所以到一个程度，你钱愈赚愈侪时，你的生活品质愈来愈低。赚一个目的，你讲啊，为着我的家庭，为着要互我的厝内底人，妻子儿女也较好这个生活，所以提供伊生活的一个品质，为着家庭，后来当你非常无用的时阵，你无法度顾着家庭。你的时间拢伫你的工作内面，拢伫你趁钱的中间，你无法度享受家庭的生活，甚至失去你的家庭。当然嘛，失去你的健康，后来失去你的健康了，你无法度享受到你所赚的物件，本末倒置。所以你无法度享受你原来所设定趁钱的目的，失去这个目的。趁钱，这是一个工具，为着要互你达到你的目的，但是现在趁钱本身正做你的目的。我来看巴菲特吼，差不多全球首富啦，拢排名前一前二的吼。后来我看到一项，趁钱毋是伊的目的，趁钱是伊的工作。伊遐侪钱，对于年头到年尾拢食啥？拢食麦当劳甲可乐，伊食就是这。伊也无时间去提升伊的生活品质，伊是一个足无聊的人。伊开一台安尼旧的二手车，伊也无法度顾伊家己的生活，所以因太太安尼，甲这个人生活遐济钱，遐有钱人生活完全无生活的品质，所以甲伊离婚，也失去家庭。钱对伊来讲完全无啥物意义，钱对伊来讲是完全虚空的一项事。第六，你无法度掌握财富，你无法度想象到底你要靠什么来赚到钱。所以有可能你讲我读真侪册，我有知识，我有财物，我的能力会当来赚真侪。伫即我周围的中间，真侪拢是学历比我较歹，搁较歹安尼吼啊，后人做好个安尼。伫我厝边有一个教阮真好囡仔伴安尼，因为我是较弱势的社区。我来继续读国中，我继续读高中，搁读大学。即个原班，阮囡仔伴，小学了后就去工作，小学了就去工作，然后做好个。伊工作了后，伊伫遐就一个专业啊，伊就有一个技术啦。时机改变的时阵，伫遐做久了后，就真好个。甲学历无关系，甲你所有能力无关系，甲咱过去所书中自有黄金屋观念完全无关系。所以有也真侪同学然后咧读册的时阵，咱拢前三名吼，咧头拢老师讲安尼讲袂读册拢讲，甚至讲袂起来吼。后来嘛做了真好，一个是去做卖猪肉的，嘛过了袂歹。有个去卖卤肉饭的，吼，开着一个所在开卤肉饭，生意有够好的安尼，有钱了一间厝安尼卖。甲你所认为你的能力无啥物关系，时机好的时阵了钱人真济，时机歹的时阵趁大钱嘛真济。有可能你趁真济钱，但是时机变化的时阵，可能失去所有，空虚，无法度掌握你的财富。有人讲，趁真济钱，我虽然用袂着，但是我会留伫我的后代。但是传道书的作者讲如果你若安尼想，你可能有来拄着空虚，因为你后代要接手的人，到底是愚公，还是有智慧？啥物人会知呢？然后就你像钱交伫伊的手的时阵，伊是毋是会当好好管理的财富，还是富不过三代？伫因中间，就将你的钱安尼了一世人所拼的这钱，然后就开空。所以，这伫古早的内面，传道书就讲起咱现代一个生活。这个人你交付予伊的，我向你拍拼，
得到我的财富，但你交互伊的即个人，伊都毋捌落落过，但是是用你的钱，就咱今日所讲，含着金汤匙长大。好业，互伊失去伊的生活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到伫伊的手上，就安尼亏负一切，安尼败家，造成真大一个问题。你要将你的钱运留互你的后代的时阵，你哪有法度想象？可你的后代为着要争取你的遗产，然后兄弟反目成仇，家庭破碎，啊，这是真大一个空虚。这是传道书内面所写咱现今的一个情形，伫过去已经有。最后，死亡，互你的财富完全甲你完全脱离。圣经内面所讲，因为咱对伊无太出，咱汤把摕来，嘛是汤把摕转去。咱得落落所得到一切，一项拢袂当带入去到死了后的世界。咱来时阵怎样，去的时阵嘛是怎样，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代志，这是一个空虚的代志。我想咱会当明了这个事，但是今仔日咱活伫日光的下面，伫咱生活中间，咱有咱的生活需要。但是最后，我相信咱慢慢体会，最后日子临到的时阵，原来这一切空虚。毋免到大概迄个时阵，差不多到咱即种年纪的时阵，才会慢慢体会。我咧常常甲湘伟医生开玩笑，哦，你句话啊，凊彩讲一句，我这把生活拢改变。血糖伤悬的时阵，莫学袂食迄，我你知影讲，买物件、食物件的钱银，这已经是非常虚空的事情。我的衫嘛真济，即摆咧整理物件的时阵，一项一项等，安尼整理规箱的衫拢全送，要收就收，若无收就垃圾桶。知识也是虚空，买真济册，希望这真济册增加我的能力，这嘛规箱变去回收厂安尼。厝嘛希望住较细间咧吼，后摆安尼变厝的时阵，安尼打扫时阵很忝，年纪拢有啊。生活愈来愈简单如何？咱姊妹，现在慢慢感觉，钱运是空虚。嘛要想讲要去什么国外旅行啊，咩世界旅行啊，过来吼来淡薄吼，休两三工啊，出去足好诶安尼吼。去外口佚佗诶时阵，坐份去有够忝诶安尼。常常出国你就知影足忝诶代志，嘛无想要出国。开会诶物件拢做，所有诶物件希望会当保有诶，毋是钱运偌济，而是偌健康安尼吼。一般希望追求身高啦、职位高啦、薪水高，什么？尽量避免三高，稍微体检的三高落去平，就先避免。姊妹，健康变健康。有啥物物件是咱人生的目标？当咱要得到财富的时阵，反倒失去。咱希望会当提升生活品质，互咱家己愈健康。但是有时阵，咱失去咱的生活品质，甚至咧为了追求财富的中间，失去咱的健康，失去咱的家庭。对咱基督徒来讲，金钱这是一个中性的物件，金钱毋是一个邪恶的物件，甚至金钱财富这是上帝的赏赐。金钱，互咱会当买到咱生活中间所需要的物件，满足咱的需要。金钱带互咱真大一个快乐。圣经并无讲钱是邪恶，但是伊讲一项甲钱有关系，贪财是邪恶。钱毋是邪恶，但是贪财本身邪恶，因为贪财本身，咱是讲到咱有无强欲望，为着要满足无强欲望，咱将咱趁钱的目的转变成做咱这个手段，满足生活、改善生活、趁钱的手段，变做是咱目的，为着金钱来活。所以钱互咱成做一个邪恶的人。为了钱，咱能做出一切无应该做的代志。金钱控制人的心，拢是因为贪钱，互咱真做邪恶。为着这个目的，甚至咱将金钱提升到一个超过上帝的一个地步。所以，最后所基督讲，你要服侍金钱，假做你的神，还是你要服侍上帝？
大部分人拢是选择要服侍马门金钱。一咱一切快乐，一咱一切目的，一咱一切这资源，甚至付出一切代价，为着要服侍钱银。咱需要金钱，咱希望财富会当帮助咱。圣经内面讲到一项，提醒咱一项，毋通倚靠无定到的钱银，这是讲到钱银的空虚。就要倚靠享受万项米，互咱享受的上帝。所以伫个所在，你要有一种的选择。有时咱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享受，烦恼咱穿的，烦恼咱食的。所以你常常咧搜寻，到底咱的厝边隔壁中间附近有啥美食？所以你用真的时间去搜寻这物件。你可能常常去巨城、百货公司去个所在，看即摆现在有啥物流行、上较好的穿的物件，互咱会当赶上时尚。用费尽咱的心思，用这钱银。但是圣经内面讲到，钱银这是无定定，有一天你会可能失去伊。你要满足你所心中所需要的食穿用的物件，操烦这物件，需要所讲，毋通为着这物件来操烦。毋若是你无够通用利益，也免为着要较好生活品质，要食较好咧，要穿较好咧，为着这个操烦来费尽心思。反倒转要有一个选择，你爱操烦的、追求的物件，上帝国。甲上帝义，上帝赏赐互咱真大的钱银，然后咱要来怎样处理这个代志？提摩太前书第18章19节，伊安尼讲，伊讲当上帝赏赐你富有的时阵，毋若是满足你家己本身的欲望甲你的需要，一方面你倚靠上帝赏赐，因为这钱银是无定着。但是，当上帝赏赐你财富的时阵，上界好路用就是会当慷慨，甲人分享。安尼是为着家己来起造未来坚固的地基。意思是讲，钱银是无定着，可能失去，但是这是短暂的，所以你必须要用短暂的无定着这个金钱把握伊。来起造永久的产业，起造存留产业伫天然这个所在，会当坚固你的活命。这是咱对金钱的一个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希望上帝赏赐互咱无欠缺，希望上帝照伊定着咱的人生的目标，然后赏赐咱钱银。有时阵。上帝赏赐会真大铺路，伊的才能有真大机会。我相信人生中间嘛是拢有即种的，所以有钱无钱，对咱每一个人来讲，看待拢是共款的，这就甲故事共款。如果有一天上帝带你提升，赏赐互你真大富有，毋通因为安尼骄傲，毋是安尼烦恼。有一天如果上帝互你失落，互你成做一个卑微的人。互你失去的产业，慢慢为着这来忧伤操烦，慢慢由着安尼看轻，免因为人的富路来看真重，慢慢因为人失去无啥物咱来看轻伊，你本身嘛是安尼来定着你家己。无论是好业，无论是丧香，咱无欠缺，这是上帝互咱一个应允。然后咱拢会当倚靠上帝，心中存着欢喜。更较重要的乃是，咱会当用。短暂无定着的，把握机会这钱银把握机会，互伊成做一个永久性、永久的一个产业。日光的下面，咱需要金钱，但是日光的下面，伊的财富嘛是空虚的。但是咱生活地面上需要伊，但是咱还阁有眼光超越地上这一切日光的下面，咱阁有日光之上。上帝所定着永久的财富，伊是咱永远的满足。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献上感恩，因为你互阮无欠缺，你是阮的牧者。
愿恳求你赏赐阮日用的食物，日用的需要。我来相信上帝，你照你所应允的，当阮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最优先的时阵，阮所需要一切，你赏赐互阮。你可能赏赐阮铺路，安尼阮把握机会，用你赏赐的铺路，慷慨施舍，慷慨分享，慷慨奉献，追求上帝你的国度、你的旨意的完成。阮衷心来运用，无倚靠这钱银，也无真互钱银真做阮的偶像，真做阮敬拜甲服侍的偶像的对象。上帝啊！互阮会当亲像传道书的作者所讲的、所分享的，人物财富的空虚，也人物财富所带来的快乐，但是也人物伊的空虚，然后也人物上帝啊，阮当有正确的态度，运用你所赏赐互阮的财富，真做上帝永远的用途。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很难得，江老师特别加码一首赞美，《主是平安夜》。我要请大家甲我斗阵来思考一件代志。咱拢就爱唱圣诗吼，你的边仔若是有圣诗本，你会当甲伊掀起来。圣诗都是台语吗？好像是哈，但是其实它是国际化的。你如果看第一首，它是1774年德国的诗 ，John Philip Newman 的诗，然后在奥地利1826年，这个 Schubert 把它作曲的。第二首《圣哉圣哉》是英国的诗词，第三首《阿比良的兄弟》是意大利的词，然后希伯来的旋律。第四首是台湾的圣诗，美国的旋律啊，就是我们把它再加上歌词的哈。第五首我要请大家看一下，然后这是我们养心圣诗。养心圣诗是本来厦门的圣诗，从中国传过来的。那这是也是平埔调，那由骆维道牧师把它编了这个和声。好，第六首呢也是养心圣诗。那第七首这位是万淑娟老师，她是在台南努力这个西拉雅的这个民族的音乐。那包括 Aga 老师是他的先生，从菲律宾把他取回来，为我们台湾的圣诗来努力。那万淑娟老师特别是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的得奖者哈。那我们看一下47首、48首，这首在圣诞节的时阵，咱都会唱到。啊，这一首本来是德文，后来我们翻成很多的语文来唱。那我每年呢带台南大学的学生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回到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唱德文的原文，然后再唱英文，再唱中文，再唱台语，让他们知道这些圣诗的这个严格。那因为我在台南神学院教圣诗，所以教声乐、教圣诗，所以会关心我们台湾圣诗的发展。那么497首，这一位从中国台湾来的词，但是曲是客家民歌，由陈建中老师编的，那就是我刚刚拿的那一本书。那一本歌词就是陈建中牧师编的。那1、2、3、4册，我们现在出到第4册了。如果有人有兴趣想要自己收藏的话，会后可以来跟我订书哈。那陈牧师是我们的现代的客家作曲者，他现在已经中风了。那我期待他们能够很快的复健好，然后再继续为我们的客家诗歌作曲，然后继续让我们来演唱。所以在497这一首歌，其实是在我们的第1册里面的歌词的收编的歌曲。那么第4册里面有一首，这首歌改名叫做《主祀平安夜》，其实就是台语的诗歌，
边安七鬼迷》那一首歌。所以我今天呢，也是除了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这些圣诗的来源，我也会先用台语先把这首歌唱一次。所以你看到是客语的歌词哦，但我想说回到原汁原味。那因为我是用的是客家圣乐团的这个 PPT 的影音档，所以我先用台语唱一次，再接着唱客语。谢谢。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93首。拄着试炼灾祸，为你真艰苦，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
请咱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来念奉献的诗。天上帝，我们感谢俄罗你，你手术各项的运输、财政甲能力，互阮会当伫家庭、伫社会中有工作的能力。今日阮要奉献一寡对你来的恩典请你感纳伫你的圣工当中有满满的祝福。阮要嘛要祈祷有更较侪朋友来到阮的当中来入办你请你原谅安尼祈祷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由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真欢迎蒋义军老师伫台语礼拜中来献诗。蒋老师目前是大学的声乐老师，也是诗班的指挥，也热心参与客家音乐宣教的事工。下主日9月初3，两场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备办心来参加。本礼拜六9月2号暗时7点半，伫605教室要召开小会，也请小会员会当出席。第4项，下主日9月3号台语礼拜煞12点半，伫7楼要召开中集会，也请中集会当来出席。事工团队整理近期事工报告，若有提案的，请黄牧师交玉山干事来提出。美美具主日学8月26号到27号，伫咧公园教会要举行新吉营。拜六要带伫教会，本主日继续伫咧教会活动。第六，圣经公会本礼拜六9月2号上午10点，要伫济南教会要举行总书会牧师就任总干事的感恩礼拜。参加的兄弟请伫咧迄天上午8点伫咧教会集合要出发。圣歌队伫咧今日礼拜后下晡的1点，伫咧8楼要练习。以上简单报告，
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看。无，小等，咱请文进导人来补充报告。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有一位董俊义弟兄来到咱的中间，咱拍拍来欢迎伊。啊，俊义弟兄。伊是今年考到迄个清华大学的迄个数学管理校，伊迄个研究所啦，伊即摆住伫个宿舍，住伫迄个外口租厝安尼一个优秀的青年啦，安尼伫艰难中安尼奋斗。到今仔日，真欢喜，伊透过知心之家的迄个庄淑珍姐妹的介绍，愿意来到咱的中间，阮嘛咱以后看到伊的时阵，会当用迄个热情的迄个心来甲伊交陪，伊即摆是硕一，今年开始硕一，伫建敦长老甲信友，因拢。迄个真欢迎伊来到咱的中间，阮嘛咱兄弟会当共款用热情的来欢迎伊来，搁一个补充报告的，就是迄个咱今仔日有升级营活动，升级营因拄则有玩水伫个2楼甲3楼迄个楼梯恐惊会漏一点有较紧请咱若行楼梯落楼的人。到2楼、3楼迄个所在较细意一下慢慢啊行会骨倒去安尼换好。以上这补充的报告。这是请咱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圣诗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源。金丝刷，请黄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父囝甲圣神的恩典、怜悯甲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这条直到永远。阿门。